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6，罗马书8章28节安尼讲：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，互遐个疼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三角来祈祷，互万行事互相运作，通互听你的有利益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敬拜你，愿学罗你，我要来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坐伫宝座顶的至高上帝。你创造宇宙穹苍，你掌管天地万物，你用智慧创造人伫地上，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。因你的作为奇妙无比，你的道路充满信实、慈爱甲公义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互万事拢伫你的手来运行。虽然阮有时看袂明白你的作为，总是阮相信，一切拢有上好的计划甲安排。主啊，因为阮知万行事在互相运作，是要互遐疼主上帝的人，就是照你家己的旨意选调的，拢有利益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